新种者是真好找到适合的头路。新竹华冈教育院对1990年开始举办社区家园计划，提供学员伫社会学习的机会。即阵因也举办感谢活动，感谢有民间企业甲因斗支持。大家好，我叫戴长志，今年32岁，在6家加油站上班，收费洗车打高压。认真伫加油站帮人客洗车，服务态度大家拢和乐。客人伫餐厅负责洗菜。这阵来自华冈教育院的学员，透过社区家园计划，提供亲像家庭同款的生活机会，协助因在社会中就业。多做代位跟清洁，还有就是服务客人。跟客人应对。他们平时很努力的做，甚至有时候加点班，像餐厅都可以到1个月到3万多以上哈，所以我认为他们是非常不错的一些学员。专家表示，透过上班的方式，会当让新众朋友学习专业，住在一般社区内底，嘛通让因直接接触民众，对因真有帮助。不仅是有工作，他们对跟别人的那个交往，那或者是说对专业的精进。对于他的所学专业跟别人的分享，然后融入社区，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认为，身障者的就业、社区生活是密不可分的，所以我们提供就业支持及生活的支持，借此让身障者及家属能够安心。中心办感谢活动，多谢过去一直支持的企业，希望未来会使继续透过社区家园计划，为新种者开创另外一条新的道路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